仔细挑选手中的卡片，分辨节目产制内容，应该要放在一般频道或是公用频道，借此提升学员的阅听能力。这套桌游叫公平无私，由台师大媒体素养教育基地所设计。公用频道跟一般频道的差异，然后有一些可能公用频道上不能播出的，或是公用频道一直鼓励大家去投的，就是它有什么优势啊，或是大家应该要注意的，我们把它在这个桌游里面用知识性的方式把它补充进去。那大家在玩的时候，当然会有一些竞争的部分，就是可能一般频道跟公用频道竞争的部分，那其实都是很现实社会上会遇到的，很有趣，因为它可以从游戏当中去了解说什么东西是可以放在它是公用频道，或者是它可以放在那个一般的社区。那等于是说就是要去思考，因为它会牵扯到说它有商业或者是公共利益，还有跟艺文啊、教育都会有关系。面对资讯爆炸的时代，媒体的背后可能有许多操作，呈现给观众接收的不全然真实。台师大与中嘉在台南举办为期2天的工作坊，由大众传播研究所陈炳宏教授让在场30名学员了解什么是公用频道，更进一步让大家知道媒体禁用权。我想各位应该都知道，其实我们的第3频道叫做公用频道，然后公用频道其实我们就一直在推广这些所谓我们的民众其实是可以把你的理念把它变成这样一个影片的形式，然后经过拍摄后制之后，然后在所谓的 Channel 3， 就是第3频道上面播出。虽然是很少人在使用，但是学习到这个课程以后，会让我们自己的自媒体可以在公共频道去播放，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在工作坊中，从脚本到剪辑拍摄都能一次通通学会。学员们除了上台发表制作内容、接受点评，作品未来也将在台南有线电视公用频道播出，不仅促进公用频道的使用，也从而提升媒体素养。记者收怀谈的报道。